你估下呢個櫃有幾多款 whisky？ 答案係650款啊 ！Jane Gordon 今次帶你哋去澳門新開超豪華酒店 Capella 嘅酒吧 Pony and Plume 千里巴。呢間主打 whisky 嘅酒吧，你一入到去就會俾吧台上面嘅 whisky 質堂嚇親，仲可以上去揀酒同打卡。提大家要睇清楚啲光，因為好易影到陰陽面。呢間老錢風濃濃嘅酒吧對 jazz band 的確係幾得，個鬼佬歌手仲會無端端唱周杰倫，有趣。呢度 cocktail 就以呈現澳門風味為賣點。呢杯非洲椰香 Afric Colada 靈感嚟自於澳門名菜非洲雞嘅 Pina Colada Twist。哦，呢個 cream 好食喎，佢 Pina Colada 嘅 twist， 大家有啲 spice，I like it。呢杯古島自由 Islay Libra 係杯有泥煤味嘅 Cuba Libra， 佢用 Lafroy 10年，加上 Zacapa 23 Rum， 基酒用得超等本，加上櫻桃可樂、咖啡同香料，最後點着個聖木。哦，呢個香味好濃喎，但係飲落一啲都唔濃，都幾好飲。呢度嘅 classic 都做得幾唔錯，呢個用 whisky 做嘅 Negroni， 煎燒燒個木令佢煙燻味加重。哦，呢個酸酸地，但係佢其實有攞風味，我覺得幾好喎。呢度咁多 whisky， 我梗係要叫下 Whisky Flight 啦。講真，價錢真係唔貴。我今日試呢西由 Highland 淡味 Glenmorangie The Original 10年，飲到比較 full body 嘅 Speyside Monarch 12年，最後是重口味 Islay 代表 Lafroy 10年，死啦！飲完真係醉啦〜